环视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伟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哟。第一句话，哇，公园里好多人哦，哇，公園度很多人哦。公園就是公園，公園度就是公園里面很多，哇，那麼多，多就是多啦，很多人就是人，哇，公園度很多人哦。嘿呀，舞台當空，舞台就是舞台，當空就是上面，舞台上面有四人呢。哎呀，小朋友，这是小人儿，四人呢，四人呢，小朋友，第个冲各位呢？哇，舞台上有小朋友在唱歌哦，来跟着我念，舞台當空有四人呢，第个冲各位呢？哎，念得很好哦。来，我们去树下坐着听歌吧。来去树下，树下就是树下，来去树下，坐凳就是坐的，坐凳，坐凳，躺各位哦，去听歌吧。我们请到何丽玲小姐开口说客家话哦，请听哦。公園度空動到人哦。係舞台登峰有少年嚟你唱歌來去樹下坐凳你彈歌位好嗎？好啊，耶！聽何麗玲小姐講完客家話，換你喲。舞台當空有四人呢，啲嘅衝歌位，安排安子些咯，拜拜。